各位好，今日主要教大家關於答題技巧、資料數據閱讀嘅篇章。我哋見寫題經常都會有呢一個一 B 部分嘅作答題目。今次嘅影片主要係幫助同學提升喺呢部分嘅技巧，例如一啲常見嘅題型啦，同埋一啲我哋嘅資料類型嘅。最後我哋仲會講下喺作答嘅時候應該要採用嘅方法。見寫卷一，我哋成日都會有以下呢幾種嘅答題形式，例如要指出啦、描述、比較以及配對一啲資料。同學經常會遇見嘅係呢五大類型嘅資料。第一類我哋叫做截線圖，而此外仲有棒形圖、一啲嘅數據圖表、點列或者整段嘅資料，最後就係一啲嘅資料嘅表列。咁究竟呢五大嘅類型我哋點樣作答呢？先睇第一類，第一類係截線圖。截線圖嘅特質，你會發現佢會分為好多唔同嘅種類嘅類型嘅圖表。我哋只需要揾出相關嘅特質，可以幫我哋會知道當中裏面嘅作答。譬如好似呢一幅圖咁咯，大家經常應該用嘅字眼包括咗，我哋會分清幾個唔同嘅階段，然後呢，我哋會用一啲數據趨勢嘅用詞，例如上升、平穩以及回落呢啲字眼。睇多個例子啊！喺第二個例子裏邊，大家會見到有兩個唔同嘅線條，關於兩地醫療事故嘅情況。咁我哋經常會講啦，我哋睇到呢兩個趨勢嘅模式都係有相同嘅現象，就係先升後跌。呢啲係我哋經常會用嘅字眼。第二類型就係叫棒形圖啦，相信大家喺其他嘅科目裏邊應該已經有學習。咁我哋喺呢條題目裏邊呢，譬如我哋會見到字眼上面佢會需要呢，我哋去比較唔同嘅資料嘅異同，所以我哋應該要去揾出呢兩個數據嘅相同以及相異之處。我哋喺上邊加上兩條嘅線條，你就會好清楚會見到佢哋相同之處同埋不同之處啦。而呢一種嘅類型呢，係我哋經常會常見，所以同學亦都要留意喺用比較嘅時候呢，必須要用而家大家喺影片裏面睇出嘅字眼，例如高於啦、上升、下降呢啲嘅分別，去揾出佢哋嘅不同之處，咁樣先至可以得分。第三類型就係一啲數據嘅圖表啦，譬如好似呢一條題目咁啦，一啲本地孕婦使用公立醫院嘅比率。我哋應該揾嘅係一啲比較有效度嘅數字，例如我哋會見到喺呢3年裏邊，10年係最低，而13年呢，大家會見到呢個趨勢就係最高嘅一年嚟嘅。咁我哋將呢兩個比較有效嘅數據呢進行一啲嘅比較，我哋就會發現原來喺呢幾年裏邊個趨勢亦都係上升咗接近3倍。咁呢種嘅答題模式呢，就正正係我哋答題嘅時候就需要嘅。第四類呢，係一啲文字類型噶啦。咁呢一種呢，點列同埋整段式嘅呢，我哋會好多時會將喺圖表裏邊見到嘅嘢去配合翻落去題目裏邊已經俾咗你嘅一啲元素。譬如好似呢題咁啦，佢分咗有3個唔同嘅成因元素，我哋喺資料裏邊呢，只需要揾出相關嘅答案，咁你就可以直接填寫咗落去個題目裏邊，而呢3分呢，就可以全部去攞滿足噶啦。最後一種呢，就係資料嘅表列。資料嘅表列呢，經常需要我哋呢，就去進行一啲嘅比較異同，或者好似呢條題目咁樣，我哋要比較啲不同之處。咁同學呢，你哋點樣可以知道呢3分咁樣分佈呢？其實呢，好簡單嘅啫。大家睇睇呢紅色圈咗嘅地方，你會發現呢，其實喺題目裏邊呢，已經一早將佢分咗3個方向俾你哋去比較噶啦。咁我哋只需要呢，係將當中裏邊佢哋嘅不同之處應用翻佢已經有嘅項目去進行一啲嘅比較。留意喺當中呢，我哋應該多用一啲嘅字眼，譬如較多、較少、較顯著、較闊等等嘅呢啲文字。同學請留意，你亦都應該避免直接將兩個地方或者兩組唔同嘅資料嘅文字直接抄寫。好啦，睇咗咁多之後，就係大家預習嘅時間啦。你需要用嘅物資就包括咗喺課堂裏邊可能已經派俾大家關於一啲資料同埋圖表描述嘅練習。我建議同學喺甲部分，你哋應該用20分鐘去做一啲基本嘅練習，然後呢，可以翻閱答案，睇下同學對於呢啲嘅數據嘅認識同埋你嘅描述究竟係咪已經足夠。
落到去乙部分一啲真正嘅資料應用題呢，同學係應該用大約20分鐘嘅時間去完成。咁希望同學呢可以喺裏邊呢能夠明白多啲關於資料同埋圖表描述題嘅一啲練習啦。唔該晒。